民间习俗当中，神明祭祀服务有多种方式，关大甲就是其中之一。只伫咧台南旧富城区才有，无着伫顺时境内也是进行特殊任务。出动时间拢伫咧神明圣诞上面一个旧历3月份。镜头对着关圣皇爷爷孙的脚步，伫一个暗时啊，拢会当拄着棍仔顶大甲。其实开地店、开心堂跟我们县城隍的人也都是有交流，那两边也都是很熟悉，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是大家出来的季节，所以很容易去遇到大家跟大家相碰在一起。阮庙的技术人员甲西螺店的技术人员拢有熟悉，嘛有交陪。因为阮庙人的当期拢是伫咧平湖做职业军人啦，所以就拜托西螺店的技术人员来下大架，教阮安怎扛大架。富城的大架是对西螺店开始，伫东区的开地店开行堂，因为机身个人缘故，只会当改用大架。桥是用钉落去做，无加挂，只有一块红布扎条的，行动轻便，互人喝水心未叫。出去巡视进前，拢爱进行关大架仪式，象征神明降价。扛大架的训练过程是无简单。为啊，坐一年就当做伊大架起价。毋过，阮咧训练新生，阮袂当安尼啦。阮的大架准讲，互坐一年了，架无够载。佮拖去原有的所在，佮重新佮倒练。咱无讲，毋是讲经啊，袂使讲哦，是安怎？是较严格啊？是你当。毋是伊规则袂样，佮行袂着听遐老辈话。大间宫庙拢有家己的训练脚步，最后还佮爱依照神明的意思来点签。如今随着时代变迁，人手豆豆无够，为着互民间习俗传承。最近西螺店、新福大顶宫庙拢重新培训少年人。原本会晓讲的老班的这人员也是有限啦，所以即届就是莫有千岁，因的意思是讲，希望讲会当去招募新的大架班的人员。一开始无接受过嘛，你会感觉你行到头就重，了慢慢久，你就袂感觉讲。应该是讲的惯势啊。大架不只是神明出巡，嘛有行医救世含义。有人犯煞未顺，拢会当来求这顶大架。也毋过每一摆出巡路线拢无固定，讲行就行，无人知影伊会去佗。有在地文书工作者就建议，爱申请登录市定民俗，互大架下发身份。希望阮有大架的人，然后伊有历史的庙，咱拢是保存者。因为你大架出巡的话，当然有交通的问题嘛，伊会跨区嘛，伊无固定的路线，但是会照神的意思去巡视嘛，如果伊有一个身份的话，是毋是个合法？合法的时阵，较袂用毋知影人互污名化，因为足侪人毋知影个污名化，其实伊是咧替咱地方的人要有安宁，要有好。它能不能成为文化资产，其实必须要看社会就是这个整个社区共同的参与的一个程度，对于它的一个所谓一个延续的一个情形等等各方面去做一些评估，这样子。文资处表示，爱订立市定民俗，爱民间高度认同，持续自发性的参与。不过大家出门一定有代志，毋是热烈的庆典，因此庙方通常未宣布大家出门的时间，加上会当参考的相关资料，也是故事拢已经失传，目前只会当列切追踪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